0565678279，财团法人喜茶交通事故贴补偿基金，财团法人喜茶交通事故贴补偿基金，关心。工程分局来分享快讯。你来看了吗？地皮怎么样？工作的时候不会因为头发而被影响。现在我们着装完毕，走吧，一起出发。好了，李丽萍，你好。工程师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混合食材。我们准备好开始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先把干的和湿的食材分开，蛋糕做出来头蓬松又好吃。我负责混合湿的食材。好，别急，湿的食材包含奶油、蛋，好，香草和牛奶。好，知道了。那我来负责干的食材。谢谢你，妮卡。干的食材包含面粉、苏打粉，还有盐巴。好，接着把这些食材放进碗里面，开始搅拌。好，我们加点奶油，我来加面粉，看起来很棒。接着我们把蛋放进去，接下来我要加苏打粉，我来加糖。但是糖并不是湿的食材，糖是干的食材，不过我们得放进湿的食材里面。好，开始喽！哇，看起来好多下雪哦。好，还有最后一项盐巴。还要加一点香草，还有牛奶。好了，接下来搅拌。哇，这个变成什么了？好，接下来要把它们合在一个大碗里，一起搅拌。好，要开始喽！我先拿这个碗。好，别急，你卡倒进去的时候，你得不停的搅拌，才不会结块。好，我就开始喽。让加点面粉进去。很好。这个变成什么了？当我搅拌的时候，我需要把这边给刮下来，才能用碗做的口感。那只能多加一点面粉。好，我开始喽。我背有时候可能到的整个上去。很好玩。搅拌的很辛苦。好，再把全部面粉倒进去。哇，谢谢你，妮卡。做得好，李丽萍，很棒。哇，快做好了！是放在一起的。哇，面糊感觉好绵密。做得好。现在就放进蛋糕里面。把它倒进蛋糕里面。好哎，吃着好像有味道。我只看到一个、两个、一个。
第
相约，什么画面？发挥你的想象力，一二三，好丑哦。无限想象力能够实现，那些难以计算的这些。无限想象力有个秘诀很简单，添加点乐趣，加上满脑的杀气。闭上眼，怎么画面？发挥你的想象力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哇，我们帮你保过了，生日蛋糕！快啦，现在是生日蜡烛。所有烘焙师都知道，生日蛋糕是要蜡烛。我去拿盒子给你吧。哦，李宝要满3岁了，所以我们需要3根蜡烛。哈哈，好，来试试看吧。1、2、3，生日蛋糕完成。你看，我知道了，那给李宝的蛋糕贴的就是蜡烛。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哦，我怎么知道这个？你们休息休息。这蛋糕是给你调的口味，不过李宝也不喜欢。我不谢谢。现在，我们去了小屋，为生日派对做准备。改天见喽。拜拜，林星。拜拜，改天见。李宝，前方有4趟是小狗狗死了。变速30公里。准备好了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还有一个加码的对哇，里面都是糖糖，我们做了生日蛋糕。成功了，我送你生肖。动能生肖。我们学会做蛋糕，丰富的想象力不能少。成功了，我送你生肖。动能生肖。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，真开心，我们可以一起在烘焙坊工作，也别忘了要善用你的想象力，就像烘焙师一样。哦，那么我们改天见啦，拜拜。这猪怎么了？我有看过这一集，为什么还有脸？你好，好像不一样哎。一样，一样。一样是这样子。消防员。消防员。哦，卡在树上。一样的。还是要看别的。救他下来。要怎么救？他那么高。要吗？我在想，该怎么把它比？那你要看
建筑工人要吗？是挖土机，小
看了2集。我用长长手臂对它举一下，轻轻奋力小尖兵，我希望。现在地面都整齐了，我们可以开始房子。要盖房子的话，就需要施工工具。施工工具，可是要记住，施工工具看人们用。接下来学学怎么使用工具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工具？这叫做电动螺丝起子，帮我们把螺丝钉钻进木头里，弄破。我们先把螺丝钉固定好，稍微用点力压住，慢慢的钻。你们来试试看。好，我要用这个中型螺丝钉固定好位置，稍微用力压住它。好，做得很棒。哦，还有很妙的声音。哇，看看这个铁锤，哦，拿起来好重，而且看起来好像恐龙。铁锤也是建筑工人把钉子钉在木头上的另一个工具。我来示范。嗡嗡嗡嗡嗡。从上面抓纹，然后那个是车子的声音。就像这样，试试看吧，比利尼。哦，好啊，你一定办得到。好喽，要开始喽。1、2、3、4、5，耶！接下来，如果想把钉子拔起来，就得用铁的另一面，先往下放，再往上拉起来。好，我很好奇这要做什么。哦，我拿起了老虎钳，这个是用来拔小东西用的，对吗？没有错，米卡，不如你过来这边试试看。好，我要用老虎钳来拔这个蓝色钉子，我要开始喽。把老虎钳放在上面，对着钉子往下拉。哇哦，看起来这是超大的扳手。不知道这东西做什么？这叫做套筒扳手。这个用来锁紧螺帽跟螺栓，把零件组合在一起。哇，真有趣！这个，这是螺栓，这是螺帽，就是这样，类似成这样，我们开始喽。然后你用套筒扳手锁紧它。好，我先拿套筒扳手，这一侧套在螺帽上面，接下来抓好螺栓，好的，做得好，两位。接下来带上所有的工具，因为我们要过去房子那边，然后把墙壁装上去。好了，各位，是时候盖这栋房子喽。我们把墙壁抬到正确位置吧，数到3往上抬。好，一起数到3吗1、2、3。9位，准备好了吗1、2、3。好，就这样把墙壁撑住的时候，把螺栓穿进孔洞里面，把螺帽连接到墙面另一侧。我可以帮忙。谢谢比利。米卡，用你的套筒扳手把螺帽锁紧，以免墙壁整个掉下来。要开始喽！耶！成功了！做得好啊！还是紧了！哦，耶！哈哈！成功了！耶！哇哦！看看我们干了什么啊！我真的好骄傲！是啊，骄傲的意思就是做出自己最好的表现而感到开心。觉得骄傲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建筑工人总是为自己完成的作品感到骄傲。现在我们要用施工车辆跟工具完成工作。好啊，开始吧！当我工作做完，发现它还是空了，是空了，骄傲满满。当我工作做完，发现它是空了，骄傲满满。三零件红砖瓦，努力工作，很快就完成。走吧。慢慢的累积，汇成它。走吧。努力做出
好成果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太美好，太美好，快完成工作，去完成工作，开心庆祝。当我工作做完，大声呐喊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骄傲满满。当我工作做完，大声呐喊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骄傲满满。完成。完成。但是红色都来了。房子盖起来了。盖好了耶。成功了，我们从来都没放弃，成功了。说真的，用套筒扳手真的能让房子好好固定在一起，而且不会垮下来。你看，说不定我们应该用套筒扳手来盖游戏屋，这样游戏屋就不会垮掉了。好主意，比利平。对，我得赶快记在我的剪贴簿里，才不会忘记。这是我的剪贴簿，里面贴满各式各样的剪贴，帮我记到脑袋里。我们可以用套筒扳手辅助我们盖游戏屋。做得很好，比利平、妮卡，谢谢你们两个今天努力工作，没有你们房子根本盖不起来。哦，谢谢你，瑞妮，我们学到好多真正的建筑工人盖房子的知识。现在我们知道怎么做了，应该能够完成游戏屋的建造了。是啊，为了帮助你们，送你们一组全新的工具。哇！太谢谢你了，瑞妮。谢谢你，瑞妮。拜拜，我们改天见。我们赶快回去聚乐小屋吧。怪是红色要走了。这边。回到聚乐小屋了。该去完成我们的游戏屋了。想我们应该我走掉了。太好。我们可以用套筒扳手把墙壁搭在一起，哈哈，我们开始吧。好。好，来喽。我们先把晚一点要用的屋顶放到这边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先把前门举起来吧。好。预备起。啊哈。我觉得这是接到这面墙壁。对。我们可以像这样拼装起来。好了。好了。你看，我有一个螺栓，我有一个螺帽。好，那就来吧。开始吧，这片我放这里刚刚好。我们可以用套筒扳手加快速度，准备好了吗？啊哈。1、2、3。完成。继续干下去。继续加油。好。很好，再把那边接起来。好，谢谢。哦，你看那边是什么啊？是我 ，Hello。哦，真是搞笑。好，再来把正面墙放这一侧。我们的游戏看起来感觉不错呢。对啊。哦，就快完成了。再来把这一侧接在一起。好。现在只剩把最后的托架放上去的步骤。我们的游戏屋看起来不错呢。准备好了吗？1、2、3。好，再来要把屋顶上去好，喽。准备开始，小心点。好了，数准一点。看看这个，我们的游戏屋看起来超棒的。好了，完成了。因为是我们一起盖的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我们中了真胶，我中了真胶。游戏屋倒了，重新盖新的，会利用工具完成工作。怎么？气温。嗯？气温。那我再用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我手了神巧，我手了神巧。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，真开心，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当建筑人。也别忘了为自己做的任何事情感到骄傲哦。那我们改天见啦，拜拜拜。拜。
小朋友的。开车了。没有，爸爸用错了，他走了。哦，走了。说爸爸吗？爸爸帮我。龙舟帽不带吗？我